美伊兩國咧喺上個星期三提前簽署咗諒解備忘錄，並且喺尋日星期日成功完成咗持續18個鐘頭嘅首輪談判。雖然有報道話咧中間咧伊朗代表咧曾經係一度離場抗議嘅，但係最終咧仍然達成咗幾項要點共識嘅。咁到底整個嘅停火談判進程係咪比預期理想呢？當中主要嘅障礙會包括啲乜嘢呢？而美伊雙方喺60日之內能夠達成最終協議嘅機會有幾大呢？今日好高興咧請到地緣政治學者蔡俊威同我哋探討下㗎。係啊，歡迎你 Sam， 你好。Hello， 大家好。唔該晒。咁啊，美伊雙方你知由上個星期三開始到即係今個週末啦嚇，中間當然有好多又話傾得掂，又話唔啱，又話要延遲等等。但係最終都好似達成到一啲嘅共識嚇，經過10幾個鐘頭嘅即係首輪談判。你認為嗰個進程至今嚟講係咪比預期理想呢？咁多人對我哋嚟講，比最悲觀嘅時間就係已經理想咗㗎啦。咁但係唔能夠話有真係實質嘅成功，我暫時嚟睇。咁個理想嘅地方係即係美伊冇重返翻全面嘅戰爭啦。即係雙方都完成咗首輪嗰個比較好長時間嘅談判啊。咁而另一個值得睇嘅就係美國都開始發出咗60日嘅嗰個伊朗石油銷售許可。咁我哋見黎巴嫩戰線暫時係有少少降溫嘅跡象嘅，問題就係話即係而家係程序上邊理想啫。咁但係仲有啲好關鍵嘅節點，即係包括核嘅問題點處理咧？而家制裁解除咗之後，究竟嗰啲資金點樣監管？另外就係以色列同真主黨，即係大家有冇克制咧？呢啲都冇解決到嘅。呢個都係最關鍵，亦都係即係咁多年都係傾唔掂嘅一個問題嚇。咁先講講，其實最棘手似乎都係即係以色列同真主黨之間嗰個即係嘅攻擊仍然喺度嘅。即係雖然話上個禮拜已經話應該係停火啦，但係似乎都係仲有啲嘅零星嘅襲擊。你覺得即係呢方面係咪最大嘅關注或者最大嘅隱憂咧？其實係嘅，即係而家個 MOU 將黎巴嫩就擺咗入去個停火框架當中啦。咁但係以色列唔係呢個美伊協議嗰個簽署方嚟㗎嘛。咁所以以色列可能係暫時同意停火嘅啫。咁但係其實佢都會堅持喺南黎巴嫩地區都有佢行動自由嘅。以色列個變數係最大嘅。咁所以如果黎巴嫩再有任何嘅衝突爆發嘅時候呢，咁就會影響緊即係伊朗嘅強硬派，可能就話美國約束唔到以色列喎。咁就會即係俾咗佢一個姿態或者一個 leverage 咧，喺個協議談判當中咧，又會有啲強硬啲嘅做法啦。另外一個變數好關鍵就係美國嘅內部，美國國會啦，包括啦，即係而家美國同伊朗傾翻嚟嘅嘢，究竟對於美國有幾大嘅好處啦？尤其是講緊而家美國已經俾伊朗賣石油啦嘛。咁未來亦都即係涉及到解凍好多個資產嘅。又有啲重建嘅資金投入入去嘅，咁啲錢會唔會點監管？會唔會流向翻去革命衛隊啦？又嚟整武器啊，或者俾佢而家嗰啲代理人嘅網絡，即係而家就俾咗即係伊朗同埋佢啲代理人有個喘息嘅空間。咁即係大家都記得呢種重整呢，同當初即係北韓核問題嘅時候都有原子能機構入去睇嘅喎。咁就係搞一輪大龍鳳，做完 show 之後呢，即係特朗普都搞唔掂金正恩嘅，咁最後尾即係北韓亦都有咗核武器。明白。咁但當然我哋一般嘅即係其他嘅國民嚟講呢，即係睇下大家就會關心究竟霍爾木茲海峽係咪真係能夠即係可以安全咁樣航行，可以啲即係運油船能夠通過？你覺得即係目前嚟講係咪都係仍然可以叫做安全呢？嗱，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宣布重開係一回事，市場反應係另一回事。市場反應就係睇嗰個安全究竟係咪有信任喺當中。咁最主要我哋要睇咧就係話個郵輪有冇人敢真正恢復行翻啦。第二就係嗰個保險費有冇會下降翻。即係過往我哋見得到，即係包括紅海都曾經發生嘅，即係胡塞武裝個衝突之後封鎖之後咧。嗰個保險費嗰個上升呢，其實唔係即時喺嗰個戰火緩和之後係能夠下降翻。咁伊朗有冇再干擾啲航運啊等等，即係呢幾方面先至睇實質嗰個霍爾木茲海峽係咪真係重開。咁但係值得睇就係話
但係而家嗰個協議講緊話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係呢60日啫，係60日後究竟係咪免費行係未知喎，即係仲講緊係伊朗同阿曼可能再協議，即係呢個霍爾木茲海峽航行究竟係咪需要俾錢咧？係咁啊，即係你認為啊，即係咁多嘅關鍵嘅因素喺當中，好多嘢問題都係幾廿年都解決唔到嘅。你認為即係咪可以真係喺60日裡面能夠達成呢個最終嘅協議？而達成咗協議之後，係咪又真係能夠會落實到咧？你係咪樂觀咧？我相信達成某啲協議嘅機制啦、原則咧，執行嘅一啲方案呢個機會都係偏高嘅。咁大家都有啲誘因去做嘅，即係美國要穩定油價。嚟緊中期選舉。咁霍爾木茲海峽對於環球嗰個經濟嘅影響，咁同時間美國係好唔想捲入一個長期戰爭嘅。即係今次其實已經係即係蝕住收尾㗎啦。咁而伊朗其實都係想維持緊可以開放有石油收入啦，有啲資產嘅釋放，同埋可以有重建嘅空間。咁但係係咪真係落實得到呢？咁就要睇個簽字嗰個語言夠要幾模糊，繼而到執行嘅時候有幾落實得到。明白。咁啊，我哋叫有個好嘅開始嚇，咁啊都係起碼大家可以坐得埋傾嘅，即係透過呢個即係談判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啊，未來嗰60日咧，我繼續關注，亦都咧又係有機會再嚟請教你。唔該晒 Sam，今日同我哋嘅分析。Thank you，拜拜。剛才咧係同地緣政治學者蔡俊威咧同我哋係探討下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並且咧喺尋日首輪談判當中咧達成幾項共識嘅一啲嘅最新進展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稍後仲有其他環節，轉頭見。